那我们上一堂课呢是讲到第103页，也就是三摩地王经的部分，就是中间三摩地王经的部分，讲到说如三摩地王经云，如汝知我想，如是观一切。那接下来呢又引到般若摄诵。那在这边呢，就是这一段的内容最主要呢就是在阐释到说，在证的两种无我的见解的时候呢，那两种无我呢，它所证得的次第呢是如何升起的。那这个呢，无论说是在宗喀巴大师所造的，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善显密意书也好，或者说呢，菩提道次第略论也好，或是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就是毗婆舍那的部分，那以及像是了不了义等等呢，那都是详细的解释到说呢，就是两种无我的见解呢，那对于说在一个普特伽罗之中心绪升起的次第呢，那一定呢是从先升起人无我的见解之后呢，再升起法无我的见解，就是以一个普特伽罗心绪里面呢，对于两种无我见解升起一个次第的一个解释。所以这边呢，就是如同上面所解释到的，就是在三摩地王经的前一句呢，就讲述到说，我们如果能够了知呢，由分别心安立不特伽罗之理呢，那由分别心安立一切法呢，它的意思呢都是一样的。那就如同三摩地王经里面所说，那这边呢最主要呢就是宗喀巴大师呢，他在引完了祖师的论述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引佛所讲述的。那这边就接着引到般若摄诵，讲到说知我及诸众生等乃至诸法亦复然。那在藏文里面呢，就是第一个呢讲到说知智，就是知道了自己呢，知道我之后呢，然后呢知我呢，就知智呢是一个。那知智之后呢，讲到说及诸众生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又有讲到说呢，知诸众生之后呢，然后最后才讲到说乃至诸法，所以它这里面呢所解释的呢，总共是有4个内容。那第一个呢，讲到说知智，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智呢，就是我的意思。那知道我呢，那知道我是怎样的呢？那这边所讲的这个我呢，它讲的是名言我，就是我们所讲述到能够造业感果的这个我，而并非是所破的这个我。所以第一个知智的这个智呢，指的是讲到说名言的我，就是我们可以成立的这个诸法成立的这个能够成立的这个名言我。第一个呢，讲到说知智呢，那其实在这个翻译的时候，它是把所有呢都翻成就是亦复然呢放在最后面，就是知智呢亦复然。那它其实讲的是说知智呢如是，那是如同什么呢？知智如是的这个如是呢，其实是就是讲述到说，如同上面呢在宝鬘论里面所讲到的，就是提到说呢，是福非地水，非火风。非空，非是非一切，亦此无是福。就提到说，我呢，就如同上述呢，在宝鬘论所讲述到的，我呢，并不是一一的运体呢，就是任何一个运体呢，都并非是我。那同样的呢，这些运体呢，我在离开这些运体之后呢，也没有一个离开运体呢和运体相异的我。那我是如何而有的呢？这边就讲到说，那我呢是如何去安立的呢？我呢就是依靠着施设处在运体之上呢，透由名言安立而我之外呢，那之前在宝鬘论讲到说是福是如是安立的，所以我呢就如同宝鬘论安立的一般，我也是如此去安立，如同宝鬘论所讲述一般的如是的去安立，所以讲到说知智如是，然后是透由这样呢去依靠着施设处，然后的依靠施设处运体之上呢，去名言安立的一个我之外呢，并没有任何一个实质存在的我。那所以在了解了我呢是如同安立的，是如同宝鬘论所讲述的安立一般呢，那及诸众生等，那如同呢，我们就可以了知到说，一切的有情呢，那它和我呢是一样的，也都是如同在宝鬘论所说的，就是我们透由每一界呢去寻找的时候呢，是找不到我的。那同样的呢，在离开了6界之外呢，我们也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能够和6界体性相异的这个我。所以由此了知到呢，我呢是依靠着施设出运体呢，然后由名言去安立的我之外呢，我呢是没有办法在境上成立而有的。我并非呢就是
智方成立，或者说志向成立而有的。那一切有情呢，也如同于此。那在讲完这一句之后呢，那乃至诸法亦复然呢，那在乃至诸法亦复然的前面呢，就是藏文又多一个，就是知诸众生等，乃至诸法亦复然。那在知诸众生知至及知诸众生等之后呢，那这边讲的呢是阐述到人无我，因为我们都是补特伽罗的缘故，所以在了解到我和其他我之外的这些有情众生呢，那我们都是补特伽罗。那补特伽罗呢是没有空性的所破的这个我之后呢，了解到这一点，那接下来呢就是讲述到说法无我，那乃至于说诸法亦复然，是除了补特伽罗是这个样子之外呢，那补特伽罗以外的一切法呢，它也是如同补特伽罗一样。从它的支分呢，每一个支分去寻找的时候呢，也是没有办法找到，但是也没有办法在它的支分之外呢，安立一个和它支分体性相异的诸法。所以想要说呢，诸法也是和我一样，它也是透由施设处呢去安立之外呢，并没有办法去成立一个智方成立或是智相成立的任何一法。所以想要说乃至诸法亦复然，所以从这句话呢，就解释出了说，我们先了解人无我之后呢，然后再透由这个道理去了解法无我。所以从般若奢颂的第一句话呢，讲到说知至及诸众生等呢，这句话就阐释出了说，补特伽罗呢，它是自性不成立的这一点。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我们在抉择两种无我的时候呢，我们要先抉择补特伽罗之上的自性不成立。那在抉择了补特伽罗自性不成立之后呢，那了解这一点之后呢，才会讲到说知诸众生等乃至诸法亦复然。那在了解了补特伽罗它是自性不成立之后，那透由如是的道理呢，进了一步去了解到，除了补特伽罗以外的一切诸法呢，它同样也是自性不成立。所以先抉择了补特伽罗无我之后呢，然后再抉择法无我。所以这两句话呢，就阐释出了说，我们在升起两种无我见解的时候呢，是先了知了人无我的见解之后呢，才了知法无我的见解。那所以呢，除了在这边般若奢颂所讲述到的呢，那同样呢，我们知道说，之前在三摩地王经的时候呢，它也是阐释如是的道理，就讲到说，如汝知我想，就是说我们呢知道说，就是补特伽罗呢，它是如何安立的，所以从这一点先了解到说，补特伽罗呢，它安立的时候呢，我们是了解到是它是靠着施设处呢运体之上去安立之外呢，并没有第十成立的我，或是并没有自性成立的我。那我从这一点呢，了解到说我是如何成立的呢？所以讲到说，如汝知我想，就是你知道呢，就是补特伽罗呢，就是名言所安立的我呢，它是如何成立之后呢，如是观一切，透由这个理路呢，然后把同样的理路呢去观一切，去思维其他一切的法呢，它也是同样的。所以无论是般若奢颂也好，或是在三摩地王经里面也好呢，就是佛陀所讲的经典里面呢，都是同样的先阐释到说，我们要先了解了人无我之后呢，然后再去了解法无我。那接下来呢，就是论点里面又是如何做诠释的呢？那就如同宝鬘论里面所讲述到的，宝鬘论云：如六界即故，是夫非真实；如是一一界，即故亦非真。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宝鬘论这个呢，说如六界即故，是夫非真实。那这边就讲述到呢，就是承接着宝鬘论的三个偈颂呢，就讲到说，我们知道呢，从三个偈颂可以了知到说，补特伽罗呢，它是把我们的一一界呢，就是集合起来，这个在六界之上呢，然后去安立为补特伽罗之外呢，它并不是一个真实成立的补特伽罗，或是第十成立的补特伽罗。所以说，如同补特伽罗呢，它是依靠着就是我们在六界之上呢，去明言安立一个我之外呢，并没有一个真实的补特伽罗。所以讲说是夫非真实，那这个真实呢，指的呢就是说所破的真实，就是我们之前在讲到所破的时候呢，有讲到说像是真实成立、自性成立、第十成立、智方成立等等。那以应成派来说，这些都是同意的。所以在这边讲到说呢，是夫呢，它并非呢是真实存在的，它并非是实有的，它并非是第十存在或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前一句所讲述到的，它是由就是运体之上去安立而有之外，它并没有任何一分的真实存在或是自性存在。
接下来呢，就看到说如是一一界，就想要说呢，那除了呢补特伽罗呢，它是依靠着施设出六界呢去安立之外呢，并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补特伽罗，或是没有一个自性成立的补特伽罗。那如同于此呢，如同补特伽罗一般，如是一一界，即故亦非真，就是想要说呢，如同补特伽罗呢。它是要依靠着就是六界呢之上去安立之外呢，那如同于此呢，一一界就想要说施设出呢六界，我们把六界拆开来看呢，其实每一界呢，它同样呢也是要依靠着它的支分，有这些支分呢集合起来去安立之外呢，六界任何一界呢，它也亦非真。这个亦非真的真呢，假如说就如同上面，它也不是真实存在，也不是谛存存在，也不是自性存在的。所以从宝鬘论的这个寄送呢，它也同样的呢，第一句呢是先讲到说，我们要先了解到补特伽罗它并非是真实存在的，它并非是自性成立的，所以先了解到补特伽罗无我，就先了解到人无我。那在了解到人无我之后呢，如是一界，如同补特伽罗呢，它并非是真实存在自性成立一般呢，那如同于此呢，任何一个法类呢，它也是要依靠着它的支分呢集合去安立之外呢，也没有任何一个法类呢，它是自性成立或是真实成立的，所以讲说亦非真，那真指的就是说真实成立。所以在龙树菩萨的宝鬘论里面呢，同样的呢，在前两句话如六界即故，是福非真时呢，他先显示出了就是我们要先觉着补特伽罗无我。那了解了补特伽罗无我之后呢，如是一一界即故亦非真。那再有同样的理路呢，然后去理解到呢，诸法呢也是如同补特伽罗一样的，它也是没有任何的真实成立，没有任何的自性成立，所以也是先觉着人无我之后呢，然后再觉着法无我。在这边呢，就是我们都讲述到，就是要先证得人无我之后呢，然后再证得法无我。那对于这一点呢，就是宗喀巴大师呢，他在就是略论的毗婆舍那部分呢，还有做一个就是特别的一个讲说，就是我们在这里呢，都先讲到说，人无我和法无我两个无我呢，在我们心绪之中所升起的次第呢，就想要说，我们要先升起人无我之后呢，然后呢再升起法无我。所以呢，在证得法无我之前呢，我们要先证得人无我。那如果我们都是这样成立的时候呢，那有的他就会升起一个疑惑。那现在我们是以中观应成派的角度在看，那既然说呢，在证得法无我之前呢，要先证得人无我的话呢，那人无我和法无我二者呢，它是否有一个难易的差别？它是否因为我们在证得的时候呢，有一个先后的次第，有先后的次第呢，就是说你要证得法无我之前呢，一定要先证得人无我。那既然说一定要先证得人无我的话，就感觉起来就好像是两个无我呢，它是有一个比较难证，一个比较容易证的。那这两个无我呢，是否也有深浅的差别？那宗喀巴大师在回答的时候呢，就提到说两个无我呢，它是没有深浅的差别，但是呢，在了解证得无我的心的时候呢，是有一个难易的差别，就是一个会比较容易证得，一个比较难证的。但是这两个呢，它是没有深浅的差别的。所以这边宗喀巴大师呢，就是讲述到说呢，就是两种无我呢，它并没有我们讲说深浅也好，说它没有任何粗分或是细分的差别，但是在证的时候呢，有一个难易的差别。那为什么说这两种无我呢？它并没有说一个无我是粗分的无我，一个无我是细分的无我，它们两个粗细呢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在证的时候呢，证得的时候呢，会有难易之上的差别呢？那最主要呢，会有难易的差别，就是在于说它的施设处，因为我们知道说人无我的施设处呢，都是补特伽罗，那法无我的施设处呢，就是补特伽罗以外的诸法呢，那它之上的无我就是称之为是法无我。那为什么说会在施设处之上呢有所差别？那这个呢，就如同我们在前几堂课呢，就是有讲述到说，我们在认明所破的时候呢，就有特别把这一点拿出来做讲述，就是说我们在认明呢，就是所破的时候呢，就是我执呢，因为我们比较容易认识到我执，
因为从自己心绪里面呢，或者说从自己自身的经验呢，我们要去寻找我执的时候呢，是比较容易找得到的。所以就从有境的所破来说呢，就是我执呢，它是比较容易被我们所认知，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到说，我执现行的状态是什么。那因为我执比较容易认识的缘故呢，所以同样的呢，它的相反呢，就是人无我呢，我们就比较容易去了解。那除了我之外的我的执着呢，因为我执容易认明之外，所以我们比较破除我执之后呢，我自然而然就会证得了人无我。但是呢，法我执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比较难以去认识到法我执，就是所以最主要呢是从就是有境上面的所破呢，因为有境上面的所破呢，就是人我执以及法我执二者呢，我们在认明的时候呢，认明所破的时候呢，我们会比较容易认识到人我执，比较难以认得法我执，所以是从所破的难易之上呢，然后决定到说两种无我呢，它在证得的时候呢，会有一个难易的差别。那我们这边呢，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比如说，小明跟小华两个人呢，那我本身呢，对于小明呢，就是非常的熟悉，我非常熟悉小明这个人，他长怎样子，然后和他非常的熟悉。那对于小华呢，就是我知道有这个人，但是我本身对他不熟，就是有听过别人呢讲述到说，小华这个人怎样怎样，然后他长怎样，就是我有听说过这个人，但是我对他不熟悉。那现在呢，在这边呢，就是比如说在这间教室里面呢，有50-60个人，那我要看小明在不在的时候呢，其实我蛮容易就认得出来说，这50-60个人里面呢，小明是否在里面。但是小华呢，因为我不熟悉的缘故，所以要从这50-60个人里面呢，我要去看说小华在不在的时候呢，对我来说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呢，在这50-60个人里面呢，小明呢，他就像是所破一样。因为呢，我对于小明很清楚的缘故呢，所以这50-60个里面呢，小明不在里面呢，我一看呢，我大概稍微看一下，我就大概知道说，小明并不在这50-60个人里面。但是因为我对小华不熟的缘故呢，所以这50-60个人里面是否有小华呢，我是比较难以证明的。所以我们认识所破的时候呢，就是像这个样子。我在这50个人里面呢，要确定所破小明不在的时候呢，如果说我对这个所破小明，我和他非常熟悉的时候呢，我自然马上就知道说，这50个人里面呢，小明是不在这里面的。但是因为我跟这个小华不熟的缘故，所以当我要看说这50个人里面小华是否在里面的时候呢，对于这个所破小华，我因为不熟悉的缘故，所以我就比较难以了解到说这50个人里面呢是否有小华，所以才会说我们透有呢认明的所破，因为这个所破是较容易理解、较容易较容易找到的缘故呢，所以我们比较容易从所破的难易度呢，我们可以去了解到说两种无我呢，它在证得的方面呢是有难易的差别，就如同这个50人里面呢，小明跟小华是否在这里面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已经讲述到说呢，两个无我呢，人无我和法无我呢，它有一个证得的次第。那同样呢，人无我跟法无我呢，它在证得的时候呢，有一个难易的差别。那这个时候呢，就剩下第三个呢。那既然说它有一个证得的一个次第，就是两种无我在证得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先后的次第。那同样呢，在讲述难易的时候呢，因为一个比较容易证得，所以会先证得；一个比较难证得，所以会后证得。所以讲到了说难易的差别之后呢，在证得上有难易的差别之后，那接下来的问题就会问到说，那这两者呢，它是否有初分跟细分的差别呢？人无我和法无我二者呢，是否有一个初分跟细分的差别？因为他们在证得的时候呢，有一个证得的决定次第，然后他们两个在了解的时候呢，也有一个难易的一个差别。那是否表示说人无我和法无我二者呢，还有初分跟细分的差别呢？那在回答的时候呢，就会回答说，在两个无我呢，无论是人无我或是法无我呢，他们两者呢是没有任何初分或是细分的差别的。为什么呢？因为从施设处来看的话呢，就是人无我呢，它是安立在就是普特伽罗之上的无我，那法无我呢，就是安立在普特伽罗以外的，像是运体之上的这些无我呢，称之为是法无我。那这两种无我，它为什么是没有差别的呢？那同样的，我们也是从所破的这个角度来看，因为呢，人无我呢，
它的所破呢就是自性成立。那自性成立呢，无论说它是安立在哪一个施设处之上，它是安立在施设处是在普特伽罗之上也好，或是说它安立施设处呢，它是安立在人以外的诸法之上也好呢，那这个自性成立，无论说它是安立在普特伽罗之上，或是它安立在运体之上呢，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就是如果说我们要成立普特伽罗呢是自性成立的话呢，那它成立的方式，还有说我们成立说运体呢它是自相成立的话呢，如果说它是成立的话，成立的方式呢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说这两者这个自性成立呢，无论说它在施设处，它在施设处普特伽罗之上去成立也好，或者说在施设处运体之上去成立也好，如果说它所成立的方式呢没有任何差别的话呢，就表示说这个所破的相反呢，也就是两个无我呢，它是没有任何粗分或是细分的差别。这两个并没有一个是粗分，一个是细分。因为从所破的角度来看呢，它并无粗分以及细分的差别，所以反过来说呢，破除所破之后所获得的这个无我呢，它同样也没有任何粗分跟细分的差别。那以上呢就是在菩提道次第略论里面，毗婆舍那路分呢，对说正德的次第，还有说两个是否有正德难易的差别，以及说粗分细分的差别之上呢，然后有特别做一个整理。因为我手边只有中文版的略论，我现在暂时找不到中文版的略论。那它的科判呢，就是在科判就是略论里面的毗婆舍那里面呢，它有讲述到说就是两种无我呢，它所升起的次第，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讲到说两种见解呢，它次第升起，就是在这个科判里面。在科判里面呢，就讲到说，就是我们看到成二呢，就是特示抉择正见之理。那在特示抉择正见之理之后呢，他要讲到说，就是五二升起通达无我见之理。那升起通达无我见之理里面呢，就是他有第二个科判讲到说，为二依次升起二无我见，就是在这个科判里面。那这边呢，就是先看到五二的这个科判，就是五二呢，就是升起通达无我见之理。那它的第一个科判呢，就是位一的地方呢，就讲到说生二无我见之次第，所以就表示说呢，两种无我的见解呢，它所升起呢是有一个次第的，所以讲到说升起两种无我见解的次第。那这个是位一的内容。那这边呢，就是在略论里面呢，就是讲到说，就是两种我执呢，在升起的次第的时候呢，先升起法我执之后呢，再升起人我执。但是呢，在升起无我的次第的时候呢，是先升起人无我的见解之后呢，然后才会升起法无我的见解。然后就是引那个宝鬘论的。那所以同样呢，在这边呢，就是略论里面也是引到了宝鬘论的这个偈颂，就是是福非地水，非火风即空，非是非一切，何者是是夫。那在引完这个偈颂之后呢，然后宗喀巴大师呢就是讲述到，那这边内容就是我们刚在善显密术里面讲述到的一样，就是说在这里呢，先讲到说，先阐释了补特伽罗。那阐释完补特伽罗之后呢，就讲到说，如同补特伽罗一般呢，那其他像是地等，就是地大等呢，地界等呢，那它也是呢自性不成立的。那在宝鬘论呢有如是的做解说。那除了宝鬘论呢有这样做解释之外呢，那像是在明句论和佛护论里面呢，也是同样呢讲到。也是同样的呢，做如是的宣说，讲到说先证得了人无我之后呢，再去入于法无我。那除了说在明句论就是月称论师，还有佛护论师是这样讲述之外呢，那同样的吉天佛子呢，就是吉天菩萨呢，他也如是的呢宣说。
接下来的内容呢，就是我们这边就是为什么要看略论呢？最主要就是下面这一段的内容，就是我们刚刚讲述到呢，为什么说两种无我呢，它有一个升起的次第。那同样呢，它在正的时候呢，有一个难易的差别。但是呢，为什么说这两者没有粗分跟细分的差别呢？所以接下来呢，就看到说，那这个为什么要如是安立呢？如是安立的理由为何呢？那就讲到说呢，在补特伽罗之上，以及呢诸法之上呢，它所安立的两种无我呢，是没有任何粗分细分的差别的。所以这边呢，就讲到说，为什么是这样去说会先证得人无我之后呢，才证得法无我的原因呢？就讲到说，因为呢，在补特伽罗之上呢，在补特伽罗之上，还有说诸法之上呢，所安立的这个无我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差别。虽然呢说安立的无我呢是没有任何的差别，但是呢，在施设处呢，补特伽罗之上呢较容易理解，那在诸法之上呢较难理解。所以这边就想要说呢，最主要呢就是在施设处之上呢，那因为施设处差别的缘故呢，施设处呢在补特伽罗之上呢，我们要去理解到人无我呢是较为容易的，但是在诸法呢，就像是除了补特伽罗以外的运体或是瓶子等等这些诸法之上呢，要去理解到无我呢是较为困难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如同我们刚刚所讲述的，是在补特伽罗之上呢，你要认明所破呢是较为容易的缘故，因为在补特伽罗之上，你要认明所破比较容易的缘故呢，所以反过来说呢，由此要证得呢人无我呢就会比较容易。那诸法之上呢，你要了解到它的所破呢是较为困难的，就是法我执，我们要去认识法我执是较为困难的缘故，所以其所破呢，法我执所执持的法我呢，就比较难以去破除，所以最主要呢，也是在所破之上呢，所破之上，最主要就是说，因为在施设处之上呢，去认明所破有难易的缘故呢，所以在证的时候呢，在证的时候有一个先后以及难易的差别。接下来呢，就举个例子呢，就提到说呢，如同呢，就例如在法无我呢，它在我们的眼睛还有呢耳朵呢鼻子之上，眼耳鼻之上呢要去理解呢会比较困难，但是呢，如果是在镜中的影像来理解到的话呢，会比较容易的。所以假如说，其实不只是说像是人无我，那法物里面呢，也有说有的呢我们会比较容易理解，有的呢比较困难，因为我们在执持眼耳鼻等等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它执持说它就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在这个之上呢，要了解到说它的相反呢，法无我呢会较为困难。但是呢，如果说像是镜中的影像，因为我们知道说镜中影像呢，它并不是真正的我，它不过是一个影像而已，它只是脸的一个影像呢，并不是真正的脸。所以从这里呢去理解法无我呢，也会较为容易。所以在法无我之上呢，也有说因为它的施设数不同的缘故呢，所以在理解上呢，也有一个难易的差别。所以从略论的这个位一的这个科判里面呢，就是生二无我见之次第里面，就是从一开始到我们现在目前所讲述到内容呢，它已经阐释出了，就是第一个呢，两种无我呢，它是没有粗分跟细分的差别的。但是呢，虽然说它没有粗分跟细分的差别，但是这两者在正德的时候呢，有难易的差别。那也因为说在正德的时候有难易的差别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在心绪之中升起正德人无我的见解以及正德法无的见解呢，在升起的次第上面呢，就会有一个差别。那所以这边呢，我们就已经讲述到说，就是两种无我呢，它没有粗分跟细分的差别，但是呢，它是有一个正德上面呢，就是它有一个难易的差别的缘故。那从这边呢，我们也可以间接了解到什么呢？就假如说两种无我呢，它没有粗分跟细分的差别呢，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了解到说，这个论点呢是应成派呢，中观应成派呢，它不共的见解。为什么呢？因为在秩序派以下呢，它是把两种无我呢认为是有粗分跟细分的。就以秩序派来说的话呢，秩序派呢，它所承许呢，就是人无我呢是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呢是
是细分的人无我。那细分的人无我，就补特伽罗真实独立之实体，空呢是细分的人无我。那细分的法无我呢，是非为由自心显现真相之安立，为诸法自体之实有之空呢。那这个是秩序派的细分的法无我。所以他在安立人无我，秩序派以下呢，在安立两种人无我的时候呢，就已经安立出了粗分以及细分的差别，就是补特伽罗真实独立之实体空呢，和非为由自心显现之安立，为诸法自体实有空，二者呢本身就有一个粗细的差别。所以因为所破有粗细的差别的缘故，所以在正德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有难易的差别。但是呢，以应成派来说呢，它并不像说是在秩序派以下呢，承许两种无我呢有粗分跟细分的差别，但是呢，它也承许说两种无我在正德的时候呢是有难易的差别。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因为呢两种无我它没有，所以接下来他这边就讲述到说我们刚刚所讲述的内容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讲述到就是宝鬘论的寄送的意思，他就是在解释宝鬘论里面的意思，就讲述到说呢前两句呢就是到非是非一切地方呢，就讲述到补特伽罗呢，它并不是说我们在每一界之上呢都能够去安立一个补特伽罗，并不是任何一界呢去安立任何一个补特伽罗。那同样的呢，也不是说离开了和能够找到一个和这一些呢就是体性相异的补特伽罗呢，这个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找得到的。所以从宝鬘论的这个寄送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就是补特伽罗呢，你去寻找的时候呢，去寻找它的假立义的时候呢，你是找不到的，因为呢你无法在任何一界之上呢安立到补特伽罗。那合起来呢，你也找不到补特伽罗。那唯有呢，就是在施设处这个运体之上呢，你去安立补特伽罗之外呢，你是没有办法找得到补特伽罗的。所以呢，这边就是人们又从就是善显密意术这边呢，就是解释到宝鬘论的这个寄送，就想要说呢，就是从非地到非事呢，它是破有情六界之一分的我。那非一切呢，是破除六界它的和呢是我。那末句呢，就想要说它破除了就是离开了六界之外呢，有一个和六界体性相应的这个我。所以呢，它并不是说呢，并不承许补特伽罗，它只是同样呢，它也不是承许说就是阿赖耶识啊，或者说像是补特伽罗事项的意识呢是补特伽罗，它也不承许这一些。那他所承许的补特伽罗呢，就是透由分别心呢去安立的一个补特伽罗之外呢，就是如同于此呢，那分别心呢，它在施设处运体之上的安立补特伽罗，那如同呢分别心呢，也是其他的诸法呢，也是透由分别心去安立之外呢，并没有自相成立或是自性成立的补特伽罗或是诸法的存在。就是说这边在问说身体为什么不是我，别人打我的身体我会痛啊。那这边人就回复到说，如果说身体呢它为什么不是我呢？如果说身体是我的话呢，那我们以小林来说的话，如果说小林的身体是小林的话呢，那同样的他的身体是小林的话，那要承许小林的头也是小林，小林的手也是小林，小林的脚也是小林。那如果说这些都承许是小林的话，那小林就变成有很多个了。那如果说呢，小林的身体呢，如果是小林的话呢，那比如说像小林死的时候呢，他的身体不在了，但是呢，我们不能说小林不见了，因为呢，他也会前往下一世，他的身体呢，就是死了以后火化之后呢，可能变成了灰，那小林的身体就不见，但是你不能说因为小林的身体不见之后呢，小林就不见，因为小林呢，他的续流呢，会延续到下一世去的。那所以同样的呢，如果说小林的身体呢是小林的话，有什么样的过失呢？因为如果说小林的身体是小林的话呢，那就表示说小林前一世的身体呢，它也会是小林。那就变成说呢，小林前一世的身体跟小林这一世的身体呢，两个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所以如果说小林的身体是小林的话呢，也会有这样子的过失产生。就是身体不是我，但是它是我所，这一点是没有错的。
就是所谓的有分之法指的是什么呢？那有分之法，我们会先讲到说，就是支分还有有支分。那支分和有支分是什么呢？就是把支分呢全部都聚合在一起呢，它就变成一个有支分，就是有分之法。就是我们以瓶子来说呢，瓶子呢它是透由就是瓶子的底、瓶子的肚子、瓶子的口等等呢，这些聚合起来呢，称之为是瓶子。所以瓶子呢关带于瓶子的角，那的角嘛，瓶底啦。瓶子关带于瓶底来说的话呢，瓶子呢就是有支分，就是有分之法。那瓶底呢就是瓶子的支分。所以呢，从瓶子和瓶底两者来说的话呢，瓶子呢是有分，那瓶底呢是支分。但是呢，如果以瓶底自己来说的话，因为瓶底呢它本身又是由八种微尘呢所聚合的缘故，所以八种微尘对于就是聚合成瓶底的微尘呢，对于瓶底来说呢是它的支分。那这个时候呢，瓶底本身呢又成为了有支分，就是有分，它本身又变成了有分，所以这个也是互相关带的。就是人们现在说透有第一个问题呢，他想到一个笑话，就是说如果说小明的身体是小明的话呢，那同样呢，小明的眼睛、耳朵、鼻子呢，任何一个身体的部分呢，都可以说它是小林。那如果说有人到家里要来找小林的时候呢，大家就变成说，他要找小林，就变成人家问他说，你要找哪一个小林？你要找大部分的小林，还是小部分的小林？你要找大的小林，还是小的小林？就变成说会有这种疑惑产生。这边就问他说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情况，比如说先了解了瓶子的无自性之后呢，然后再来抉择，就是再来抉择自己之上的这个自性是否存在。那我们先回答说，就是以个别的不特结如来说的话呢，当然是有可能的，就是有可能，就是说，虽然经论里面有讲述到说它的一个升起的次第，还有说正的难易的一个差别，但是呢，以个别的不特结如来说呢，是有可能，他可能会先了解到说，就是瓶子之上的无自性之后呢，然后再来观察自身是否是自性成立的，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呢，无论说不管怎样呢，在这里道次第里面所讲述的内容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想要抉择就是无我见的时候呢，那它的一个次第呢，就是依照这种方式呢会比较容易。但是不管说是哪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要认识无我之前呢，一定要先去认明所破，因为你没有认明所破之前呢，你是没有办法抉择到无我的。那所以呢，如果说有的人呢，他真的会觉得说，比较容易的就是自身之上的我执呢，他先不去寻找，然后呢，就是一定要从其他法之上的这种对其他法的这种法我执呢，在这上面呢，就是咬紧牙关呢，要先去认明其他法之上的法我执呢，这种状况当然也是有可能产生的啦，对于某些不特伽罗也是有可能发生的啦。那就如同说呢，这种状况就比如说呢，有一个人呢，他要上高速公路，那虽然说呢，高速公路就在前面，但是因为他不知道路的缘故呢，他就只能在那边一直绕圈圈，但是他就是绕不上高速公路，就是如同这个样子。你不从人无我之上呢先去了解，然后你硬要去找法我，就可能会产生这种状况。那所以今天呢，就是讲述到103页的倒数第二段这个地方。那下一堂课呢，我们再继续的呢，就是往下做解释。